大家好，我是本乐。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我的一个好朋友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叫王明，今年23岁，是一名大学生。他个子不太高，但是看起来很精神，也很阳光。他是一个非常友好、开朗的人，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和他做朋友。王明现在大学学习，他非常喜欢学习语言，特别是汉语。他说学习汉语很有意思，因为通过学习汉语，他可以了解中国的文化，也可以认识很多中国朋友。王明的生活很有规律，他每天早上7点起床。比如面包，洗脸刷牙以后，他会吃一个简单的早餐，比如面包、鸡蛋和牛奶。8级的时候，他就去学校上课。在学校，他学习很努力，除了上课以外，他每天还会花2个小时学习汉语。他常常练习听力、阅读和写汉字，他的汉字写得很好，老师也常常表扬他说：“王明，你很努力。”听到老师这样说，他觉得非常开心。中午的时候，他常常在学校的食堂吃饭，有以后他也会和同学一起去附近的市场吃饭。下午下课以后，王明喜欢去图书馆看书，图书馆很安静，也很学习。周末的时候，他不用去学校，所以时间比较自由。他常常和朋友一起去打篮球或者踢足球。有以后，他们会一起去看电影。王明特别喜欢看中国电影，他说看中国电影对学习中文非常有帮助。在我看来，王明是一个非常努力也非常热爱学习的人。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朋友。我相信，如果他继续这样努力学习，以后他的汉语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好的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拜拜大家。